冲甲出摊赞！台南市农业区农会自104年开始，在市府农业局辅导之下，将在地竹仔烧制成竹炭，开发出多项竹炭周边的商品，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农业农会开始为这物件开始来做假棉啊，来就是迄个棉被袜子所以各式各样从咱为假物件用的物件开始一系列。讲有所以讲真正用心即个竹炭即个物件会当咧做遐尼侪产品来互大家推广今仔即个机会推广互大家来当来农家，咱来当来采买这物件用途真正是赞。根据统计，农会总共开发了63项产品，包含食的、穿的、买的，啥物拢有，成功将竹炭乌金变成钞票黄金。阮即几冬来阮的竹炭呢是 CS 参加 CS 拢有入甲台湾制 MIT 所以阮的竹炭呢目前伫台湾算首屈一指阮的主宰呢拢来自咱在地，就是在地做在地行销这是阮的目的甲阮农家会当推出的农会未来嘛将要进一步利用参像是小花曼泽兰，也即是废弃的枯病等原料，制成有经济价值的新产品。安尼不只是废弃物再利用，更是减轻了台湾本土的环保生态危机，创造多赢的局面。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